七宝两锭来穿过。九里桑园年前程，太子见一入桑园多美人，眼看人家10所谓，那一边做礼貌是为大神，莫非就是杨家妹待我上前把门推？哎呀，为什么青天白日门关紧？耳听那边鼓声响，不见娘子往边行。我望外女自常在，我家长相来看分明。哎呀，长口高来看不清。有了，天宽上头就看得清。放手去莫向内望，只见一间小草房，小小巷内朝上把泼墨交一分两旁。三枝清香炉中茶，荤素菜肴做上房。第一碗爬香红灯天堂用，第二碗又见鱼儿破米香，第三碗香尽蘑菇炖豆腐，第四碗白菜香干炒茄子，第五碗姜烧葡萄浓又浓，第六碗酱油花椒菜。